芒康人民在与其他民族和周边地区的交往中，不断地吸收其他地区民族的文化，不断地增色滋补，不断地发展创新，在与现在的歌舞相结合，以悠扬的歌声伴随着优美的舞蹈，又以生活为题，人人创作，人人唱跳，人人加工，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独具民族特色、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，是群众性的一种爱好和娱乐，成为藏民族文化艺术历史长河中的珍宝，被誉为茶马古道上的古道神韵。2006年，芒康弦子舞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今年，在成都解放70周年之际，经世界纪录认证 WRCA 官方工作人员现场审核，被确认为最大的弦子舞教学课堂世界纪录。今天，1000名来自芒康的广大群众载歌载舞，共庆盛世。